浪琴標香港短途錦標準備，隨時起步。黃旗居一跳出嚟嘅時候，咁啊天狗啊同埋紅旗勇將稍慢啊，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中檔位置好好計埋邊呢，就係愛跑得出變種嘅跑寶背跑啊，中間呢，就一寶啦，最出呢，就係呢隻捷威來啦，咁啊外邊仲有龍王啊，內欄位置時尚風采黃衫嘅，中間恩格斯就紅紅地色衫嗰隻嚟噶啦，再喺外邊搖滾勁力英之團啊橙衫嘅，尾四到呢，就係天狗啦，咁啊外邊呢，仲有獨掌全拳啊，內欄尾二位置呢，就係呢隻卓力之城向尾二啊，包咗落尾就係紅旗勇將，轉緊彎中間啊，好好計跑寶背跑，外邊捷威來埋邊位置呢，就係呢個愛跑得第四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時尚風采啦，中間黃衫呢，就係一寶啊，外邊藍袖白衫就係龍王啊，最出呢，就搖滾勁力啊，中檔位置恩格斯揾緊位噶啦，再跟住恩格斯後邊仲有天狗噶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見到中間龍王俾落去有啊，見到中檔位置恩格斯跟住佢嚟跑，再喺外邊上跟嚟嘅馬呢，仲有呢隻搖滾勁力啦，最出呢，就係呢隻獨掌全拳啦，大外當中嘅紅旗勇將，最後百零米龍王一騎落去冇龍咁冇已經拋嚟咗3個身位贏緊呢場賽事噶啦，第二名爭持得相當激烈啊，有恩格斯同埋呢隻呢，就係獨掌全拳係好近噶，結果龍王呢，就以一個無敵嘅姿態咁啊再一次呢，贏出呢場呢，就係香港短途錦標啊！相當輕鬆啊！咁啊，第二名亦都係好接近噶。最後100米嘅時候，龍王咁啊，其實佢都揾到個遮擋位置啦，轉彎就揈咗出中檔少少，咁啊都係拋離對手啊大勝，龍王贏馬。第二名呢，咁啊相當接近要影相啊！